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好服务更加打击每一位民众的生活，上主青甲三观农有线电视特别推出 BB 行动客服 APP， 只要下载这个 APP， 就当透过手机轻松的查询小单、利便的缴钱，而且可以当查询动工的节目资讯等等。今麦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上主青三冠王有线电视公司推出的 BB 行动客服 APP， 民众只要手机下出来，利用服务人员的 QR code， 就当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来使用。这个目前热销的优惠服务专案，伫咧顶头拢有详细介绍，其中主要三个4大服务，也会当方便民众多加利用。为了更贴近服务，公司在近期也有推出 BB 行动客服的专属 APP， 只要帮我们扫描这一个 QR code， 或者是从手机的 Google 商店或 App Store 下载 BB 行动客服，以用户资料登录完成之后，一次可以满足你4大服务。那最主要就可以透过手机方便查询账单及缴款服务。即使你的账单遗失了，一样可以开启我们的行动条码，到超商做一个服务代收，亦或是说您这边不想要出门，可以透过信用卡完成线上缴款，其实是非常的方便。那另外还有节目频道的部分，可以让我们用户查询即时以及一整天的节目内容。那 VOD 点数查询的部分，就是针对我们 BB 宽频的用户专属服务。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赠送随选影片的看片金，一样可以透过手机可以查询剩余的点数。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行动客服，其实这非常贴心，我们也绘制相关客户的问与答在当中。那如果你这边有需要专人服务的话，一样可以拨打各服务区24小时的服务中心电话，与我们专人做联系。包括要查电视、网络的小单、超商纳钱，或者是线顶路卡纳钱，也是查询到每一个频道即马播出的节目等等，只要有这个 BB 行动客服 APP， 都会当用一支镜头就来完成。欢迎民众下载，利用这个 BB 行动客服 APP， 让生活更加利便。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节目国小应届毕业生郑凯勋，伫学校有大吉月王子的号称。虽然伊是一个查甫囡仔，但却是留着长头毛。伫知影感情朋友需要伫假头毛以后，伊决定要将伊心爱长头毛管出来。为后面看这位小朋友，无讲佮想讲伊是查某囡仔，其实为细汉还是打击乐器的郑凯勋，有艺术家的个性，加上母亲一直想要有一个查某囝，所以从来拢无反对伊留长头毛。一直到有一摆，母亲讲到眼睛的患者因为化疗会落头毛，需要剃假头毛，才开始有了将留3档的头毛管出来的想法。当初其实因为我没有生女儿。然后有一点想要把老二当女儿养的感觉。那后来因为凯勋他自己也很喜欢留长头发，那现在因为已经到一个长度了，那我觉得说反正你剪了也是丢掉浪费掉。那我有跟凯勋说，那不然你再留长一点，然后去捐给癌症病患，这样子大家算你做一个爱心，然后癌症病患也会觉得很开心，不用花钱再去买那些假发什么的。对着郑凯勋来讲，将留了真侪当的头毛割掉，虽然唔甘，但想到会当帮助眼睛病人，也表示相当有意义。就是把头发剪了，虽然很舍不得，但是要捐给癌症病患还是很快乐。捐给癌症病患还是很快乐。对。多才多艺的郑凯勋不但会晓画图，更是打击乐的好手。历经代表金门国小参加2017年世界华人打击乐艺术节，也得到真好的成绩。更难得的是，伊有一份善良的心，愿意帮助别人，成为金门国小的骄傲。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大台南妇女领袖协进会上午伫理事长王秀琴带领之下，前往聋哑福利协进会捐赠白米965包，
关心这绿色族群，并且借此呼吁各界共同来做爱心。特定一包的白米，拢是大潭妇女领袖协进会姊妹会员慷慨领捐。这个物资拢是由理事长王秀琼伫社群软体内底发起的募捐，短短2天就募集到900多包的白米。而这个白米将全数捐予淡市聋哑福利协进会，为绿色族群带来社会上的爱心。本会成立的宗旨就是知足感恩。同心精进，爱在台南服务公益。所以呢，像聋哑福利协进会这种弱势团体是值得大家来关怀的。那我们今天呢，捐这些呢，希望能够呢，达到抛砖引玉的这样的意义，让更多人来关怀这些弱势。其实他们，这些笼包呢，就是也很多人。会手工艺啊，只是不知道呢怎么行销，所以我们如果办其他的公益活动，譬如捐血，我们还会特别呢，有一个位置让他们来排。国民党对大太阳护理领袖协进会这个议题相当的支持，也相当的赞许。国民党在护理这个区块一直默默的在协助这一些妇女推动社会的善心活动。这一次也刚刚我们王理事长也讲过了，在短短的10天内募了900多包的白米。其实虽然小小的一包白米，可是它背后的意义代表的无限社会上的关怀之意。所以国民党还是会秉持一贯的初衷，继续帮助这一些弱势团体。虽然2包白米对一般民众来讲并无稀奇，但对着弱势家庭来讲，可能是救命的粮食。因此，聋哑福利协进会也非常感谢大台南妇女领袖协会的帮忙，让社会充满爱和温暖。同时也期盼社会大众可以当发挥爱心，持续关注弱势民众。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平区公所结合精英国际青年商会，9月24号将伫安平关系平台举办净滩活动。甲一般世界清洁日无同的是，今年特别结合音乐会、甲美食公益活动，邀请民众一边净滩做环保，同时阁会当听音乐做公益。我是因为有旧爱，渐渐不能看经典赛，虽然中华队也没过关，今天我要加班。在地乐团破天荒的演出之下，安平区公所今年净滩活动将结合精英国际青年商会少年朋友的手法，和净滩的活动甲一般世界清洁日活动无同。今年更加融入音乐、音乐会甲文创市集，将环保活动结合爱心公益，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响应。如果讲到净滩安平大概因为是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关系平台、渔光岛都是属于我安平的辖区。那这一次很高兴跟精英国际青年商会合作，跟年轻的青商会合作还是有不一样的。他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他们有这一次有亲子的亲子净滩，然后也有音乐会，也有我们在地的小吃，把活动办得有声有色。那我们觉得说安平区公所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愿意来我们这里。那我们来这一次的合作，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净滩，跟以往大家所了解到的一些净滩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欢迎大家呢，在9月24日来参加我们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由我们南区精英青商会所主办的海洋净滩，还有音纳跟公益园游会。那这边呢也感谢安平区公所这边，还有各分会呢给我们精英青商极力的赞助。台湾国际青商总会响应世界清洁日，下个月9月24号将伫全台北中南港部发起净滩活动，但将伫安平的关系平台举行。预计东港将有3-4千人共同参与，欢迎民众踊跃参加。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看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这个推广书法艺术的台南市书法协会，今年的会员联展总共展出200多件的作品，包括草书、行书、正楷等等。每一件创作拢呈现无同的风格甲气度，透过镜头带大家抢先来欣赏。台南市书法协会对民国56年成立以来的积极推广书法艺术，今年都办理会员联展，以“鸡鸣献瑞，游艺墨香”为主题，总共展出会员200多件的作品，当中也有一寡是10几岁的少年人所创作的，也有高龄已经80几岁长者所创作的，也因此每一件作品拢有无同款的深度甲意义，充分展现了各类书法立体特色。展出的这个“鸡鸣献瑞，游艺墨香”，也就是我们台南市书法学会的这个会员的联展。那么除了这个联展之外呢，还有我们就去年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书法比赛，那个优秀作品也一起跟我们会员呢展出，是这样。那么我们展出的时间呢是8月23到这个9月6号啊。那么我们开幕典礼呢是在8月27号的早上10点，就在我们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的第2展览室。我们欢迎各位爱好书法的朋友呢，那么莅临来指导啊，谢谢。那么凡是参与我们这一次开幕典礼的呢，我们都会赠送一本我们的这个专辑，欢迎各位，我们竭诚的欢迎各位来，谢谢。同时，伫咧现场也展出第5届南书杯24件优秀的作品。王志雄理事长也表示，第6届的南书杯书法竞赛也马上将要伫9月1号开始收件，为期1个月时间。想要参与的各中小以及高中学生，请将作品寄到台南一中，再由专业的评审做详细评比。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这位84岁老先生长期有心脏的问题，经过奇美病医心脏内科团队的评估，替伊装上新型无线心脏节律器。因为无线体积较小，所以大降低并发症，而且也无需要限制活动，伫咧装好的过长工就当出院。这项新型无电线的心脏节律器，甲传统的比较之下，只有1/10的大小，无到2公分大，不但袂造成真大的空喙，而且佫减少感染甲出血的并发症。伫手术后过长工就会当出院，无需要限制行动。新型的节律器呢，比起旧型的体积减少不到1/10啊。那所以呢，它这个少了这些体积呢跟导线呢，可以减少病人1半的这个并发症，患者的恢复也快很多，装完的隔天就可以出院了。那这个新型的节律器呢，它也适用在核磁共振的检查，所以患者呢可以安全的接受核磁共振的这个照理。为临床研究来看，新型的心脏节律器并发症只有传统的一半，电池使用年限大约12档，但并不是所有病人拢适合，必须经过医师专业评估，才当确定是不是会当使用。因为传统的节律器的组成呢，有我们所谓的电池、有电线，那电池跟电线呢，长期下来会有感染，或者是说这个电线呢会有血栓啊，或者是说这个导线断裂啦这些并发症。
那新型呢，因为它把体积缩小，所有的这些组织呢都合在一起，所以长期下来这些并发症呢都可以减少下来。目前新型的这个节律器呢，只适用在我们一般认为适合单导线的节律器的这种患者。所以呢，一般要经过医师的评估，认为需要的患者呢，才比较适合使用这个新型的节律器。84岁老先生伫基北病院心脏内科主任陈志成医疗团队的慎重评估之下，顺利装上无线的心脏节律器，也是为南台湾率先成功的案例。而老先生也特别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该团队对伊的治疗。但是文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无论是生活或者是工作，拢比一般人面临较侪困难。不过，因也是希望会当靠家己的力量来赚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指出，目前除了庇护工厂以外，阁有真侪委外经营的日间社区作业设施，会当来训练身障者，可以有机会发挥全长。依照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统计，至106年3月底，台南市身心障碍领测人数有95543人，其中心智障碍者18142人，将近19%。有感于许多具有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碍者都只能在家中度过漫长的一天，所以社会局积极成立身心障碍日间作业设施，简称小住所。提供给身心障碍朋友能发挥作业能力的场所。患有智能伴随听觉重度障碍的阿竹，从小就以助听器为伍，连家人和他沟通还是要透过手写。高3毕业后，妈妈选择让他先进入社区作业设施，但第一个面临的难关就是坐公车。幸好有教保员的耐心教导和公车站的热心协助，花1个月时间，终于学会独自搭公车。一如往常，总是一脸保持微笑的阿如，从白河到新营这段车程，他得一直注视前方路标，就怕过站。内心那份期待的感受，已经先写在纸上，告诉大家。确实，对于许多身心障碍朋友而言，在生活当中往往面临歧视、差别待遇以及就业适应等各项问题，但他们与我们没什么不同，一样渴望投入职场发挥所长，一样享有自由行动，一样拥有梦想。我觉得很幸运，就是他可以去那个EDA基金会的那个日间作业所。然后，而且他现在又有办法自己坐公车，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其实我刚刚跟他训练的时候，我也很担心说，他不知道会不会走失了，或是说找不到小孩子。可是后来，当我跟他就是因为我只陪他一次，然后第2次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不用陪他，他要自己坐。然后第3天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看他，他就是可以这样自己坐去到新营下车，然后又从新营坐回来白河。我真的很，就是真的他的那个表现，其实也超乎我的，就是我的想象。阿如来到新营由社会局补助义店办理的葡萄藤小住所，今天和大家一样做的是护目镜代工，一面工作一面训练专注力。根据社工转述，其实一开始他很难适应，甚至会用拍打的方式与人沟通，常被误会是攻击。经过教保员不厌其烦运用图卡搭配手势唇语来沟通，总算让他融入生活，建立人际关系。至于现阶段他最擅长的互动就是打招呼。从一开始呢，我们带他怎么坐公车，然后到说妈妈一起进来做配合，然后到我们这边，我们从文化中心呢怎么把他从走路怎么到作业所这个部分，也很感谢我们的教保员跟我们的主管极力支持，让我们就是一直去帮他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社会局自100年开始补助社福团体办理小住所，为的就是帮助像阿如这样的成年心智障碍者。当然，各家小住所各有其特色，有的擅长清洁工作，有的擅长精巧的手工艺，有的能制作美味的甜点及饼干。他们所制作的成品不输给市面上贩售的商品。来
到北区，这是社会局补助的另一处新园小住所。学员配合母亲节，正卖力在路边叫卖应景的康乃馨，搭配他们最畅销的手作牛轧饼，的确吸引不少过路民众掏腰包，用最实际的行动支持，场面相当温馨。根据社工表示，每位学员都是不断花时间反复练习，才有这样的成果。就像另外一批不同障碍程度的学员，透过明确的步骤教导，正熟练进行烘焙操作。无论烘焙或是需要判断力和美感，将鲜花折叶包装的后勤补给，除了展现分工合作的精神，更是要让无法进入一般职场或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者，又不适合接受身障住宿机构的服务对象，也能够在社区中学习自立，发挥个人潜能。目前台南市类似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截至2017年核定补助已有27处，据点数量居全国之冠。那我们希望，一来让他们增加他们的一个技能，然后开发他们的一些手的功能，或者是脑力的一个激发。那另外就是让家庭的照顾者能够喘息。那家庭的照顾者他一样可以去工作。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也打造了全国第1家的体适能中心。那这个体适能中心是针对身心障碍者朋友打造的一个体适能中心。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的小住所或者我们一些身障朋友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民间团体，他们都可以带着他们的服务的个案、服务的这一些朋友，那能够来到这个体适能中心来增加他们的体能。对一般来说，运动就这么稀松平常。不过对身障朋友来说，恐怕就不是件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台南市身心障碍体适能中心，就是希望借着运动，让他们能够动出健康，活出自信。48岁的阿杰因为脊髓损伤的缘故，体力不好，常会酸痛，工作也无法久坐。本来想到一般健身中心训练，但环境根本不适合，甚至还被拒绝。后来得知台南有专属于身障者的体适能中心以后，不只善用完善的环境和器材，还有物理治疗的运动处方。除了明显减缓酸痛、体力变好，还成功减重，更有自信去面对生活的各项挑战。自从来到这边之后呢，就是有很专业的教练协助你怎么去运动，然后去训练你的肌群，然后把肌群练得更有力之后，现在的肌肉也比较结实，身体也比较好，然后精神也都比较好。为了让不同能力与不同需要的身心障碍者受到关心，甚至发挥潜能，社会局运用所有贴心的身障服务，让他们都可以在社区里面获得友善支持与工作机会，跟一般人一样顺利走入职场，有机会圆梦，享有尊严及丰盛的生活。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北将准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落雨几率有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23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